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我们刚刚透过我们的中节小组唱了这首蛮有本土味道的感觉哈，听起来非常的亲切。谢谢他们用这首诗歌来带领大家敬拜神，感谢上帝美好的带领。各位弟兄姐妹，那这个主日呢是我们的这个感恩节主日。感恩节在我们传统的基督教节期是没有在驻营在上面的。因为这个是从美国他们建国来基督徒的一个特别的节日。那因为我们台湾的教会跟美国关系很密切，所以大概有几个节日我们都沿用但第一个比较印象深的就是母亲节，对不对母亲节呢是由美国的教会所发起的，后来大概全世界都用5月的第2个主日来做这个母亲节。那另外就是这个感恩节，因为感恩节呢是借由美国他们的开路先锋5月8号他们的经历奇妙的神的恩典祝福他们就定在每一年的11月应该是第4个主日来当感恩节主日，但是是在礼拜4才是他们正式的节日啦那我们沿用是因为台湾也算是虽然纬度没有像那个美国那么高，但是台湾也大概这个时候就是我们的一个秋收冬藏的时刻，所以我们也借着这个主日来献上感谢。那有的历史比较悠久的传统的教会呢，特别是以前在乡下的教会，他们还特地在那一天举办很盛大的活动，大家手中不论是有篮子啦或是袋子啦，都放在自己的脚边呢。怎么样呢？在结束的时候举行就在中间那个讲道完结束，在奉献的时候，大家不是拿金钱奉献，而是把他们家里最大的高丽菜不然就是那个南瓜一大堆东西都摆到讲台上面，感觉很真实很实际，因为这个是神在1年来这个美好的气候让他们能够有丰收那真的是非常有意识的。不过现在都市的教会他们就是用金钱来做奉献，也都是在表达对神的感恩那其实另外今天这个主日呢，从传统的基督教节期应该叫做基督君王主日。从主日那个52个礼拜的节期当中，我们的传统的教会历是这一个主日就是1年的结尾了，不是12月底是现在结尾之后呢，下个礼拜就叫做代降节代降节 Advent 就是耶稣预备耶稣降生所以就是延开始到这圣诞节这样子不过我们今天以圣诞这个感恩节为我们的一个主题，也用这个主题来跟大家分享。我们在分享前一起来祷告。现在父神，感谢你美好的恩典跟祝福，让我们在这个秋天凉爽的时候，我们在这个主日是感恩节的主日，也是基督君王的主日。我们借着这个主日一起来领受神美好的祝福跟话语，因为话语是我们的力量跟帮助，特别是在我们生命当中，不是一个点缀，不是一个记号，而是生命真真正正活在我们的生活每一日的生活当中。愿神亲自来带领，通过你的话语，让我们得到造就跟栽培。这样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比较属于感恩的层次，但是是个最高的层次。那其实我们都了解，但是特别强调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为你的生命得救赎来感恩。平常呢，我刚刚讲5月8号这些美国的开路先锋，他们呢在到达美国好不容易9死1生之后呢，他们就献上当地的火鸡，对不对南瓜，因为那个时候是印第安人帮助他们耕种的，还有玉米，用那个来献上感谢。感觉上后来变成一个节期，大家会在圣诞这个感恩节吃那个火鸡肉，对不对？还有那个南瓜什么的，好像变成一种传统的习俗。但请记得，这些5月8号的前辈，这些美国的
这个开路英雄，他们是因为生命得救感恩。他们经过5月8号在大西洋的航海，在经过上岸之后，你知道土地的适应、生活的适应、气候的适应，很多人都失去了生命。那这些残存下来的，借由当地的印第安人来帮助，能够稍微种一下那些土产，然后隔年在收藏的时候，才借这个机会来献上感谢。所以我们不只是物质上得帮助来献上感恩，我们不只是在我们的工作生活顺利健康得帮助献上感恩，是我们优先的次序是为我们得救赎的恩典来感恩，生命的经验来感恩。我们在稍后会有其他的经文来解说哈，我们一起来分享这3段的主题。第一个就是感恩是基督徒的能力，这个是基督徒自我意识上觉得说，我为什么要感恩？不只是我心境上是这样子做，而是因为我要表达出基督徒最大的特质，或是他最大的形象，就是凡事谢恩，凡事感恩。那为什么感恩是基督徒的能力呢？因为基督徒感恩的习惯，是你得到上帝赐福的特别管道。换句话说，你一直在感恩的生活当中，神的无形的帮助、无形的祝福就在你身上显示了。那感恩的反面就是抱怨，感恩就是这个计较，感恩就是嫉妒、怨恨。但是这些事情能改变你吗？不可能。但是感恩会，就像我们说爱是越多的爱，它是得到更多。那这是基督徒一个生命的操练。我们说门徒训练，这个就是训练之一，因为我们要建立这一种感恩的能力，就是基督徒的能力。所以感恩也算是基督徒最能献上最棒的祷告，最棒的祷告。因为诗篇的诗人常常这样跟我们说，我们要用诗歌，要唱诗来到他的面前，要献上感恩的祭，是因为神在每一样事情，如果不是他，我们真的什么事情都不能做。有人在这样描述了哈，就是说，好像平常的事情，天天是一个 routine 的，是一个正常发挥的，你觉得理所当然，但其实就是神迹啊。神迹一直运行，就是平常的事，对不对？是很少发生你才把它称作神迹。但是你记得每一天呼吸的空气，每一天看到的太阳，每一天你能够下床正常生活，这些你觉得再平凡不过的，都是恩典，都是神迹。那你有这样的体会跟知觉的时候，你不是很怎么样，很敏感很歇斯底里，不是，是因为你常常提醒自己，你是在活在恩典当中，你是活在感恩的当中。期待我们每个基督徒能够最表现你的形象的，就是你会感恩。台湾在今年遇到那么大的一个新冠疫情，也许你会抱怨说，连出国都不行，连不戴口罩也不行，好像很多束缚，对不对？很多的搅扰，很多的困境。但是其实基督徒会反过来思考说，若不是有一群医疗的人员、政府的机构的上下协助，我们全体台湾百姓的彼此的用心配合，怎么样让我们能够在台湾这样自由的出入呢？昨天不知道有没有人看那个金马奖颁奖我在新闻看到一句话，觉得很感动，就是那个李安大导演，他是当金马奖的主席嘛，他因为要回来台湾主持他说特别从美国回来要关14天。
他讲一句话说：“哎呀，看到我们竟然整个国父纪念馆那么多人。”他讲一句很有意思，他说：“实体的人，意思说活生生的人在我面前举办那么大型的聚会。”他说：“真的很感动，很感动，因为全世界现在都用视讯了，不可能让你聚在一起啊。那觉得不方便的人会一直一直抱怨，一直都不方便。但是我们基督徒会感恩，因为不知道多少人为这件事情付出了辛劳，甚至在17年前，因为那个SARS 有人牺牲了，让那时的一些抗疫的有经验的我们的前辈，他们找到了关键点，他知道什么时候要出手，什么时候要做决定，什么时候要封锁，所以才造就了今天我们在台湾成为全世界的典范。当然我们不能松懈，因为秋天又到了，我们政府又说11月1号开始强制戴口罩，强制戴口罩。那真的我也觉得戴口罩很不方便，不过真的戴上口罩觉得喉咙好舒服啊，都不会感染什么东西，觉得很快乐啊，那有什么不好呢？对不对？那感谢主，凡事感恩，你会发现很多事情原来不高兴的事情、不开心的事情都变开心了那另外一个是基督徒呢，你借着感恩的生活是不是刻意表现？是你的生命的本质就是感恩，感恩，你就是把耶稣的馨香之气散播出去了。而且这个馨香之气，我们说闻香而来，对不对？你会吸引很多人，觉得你个人不一样，你有这样的特质，所以我要跟随你。到底你们的教会在干嘛？为什么有那么多喜乐平安的人在这里？所以基督徒是要操练绝对的感恩，绝对的意思就是说没有其他的理由了，就是感恩就对了。第二个是无条件的是没有对价关系的不是说上帝你给我考上什么我才感恩上帝你今年让我的业绩达到什么地步才感恩？上帝我要怎么样你给我才要感恩？那真的是一个对价的关系。那基督徒是一生的感恩，从头到尾一直操练。但是感恩有那么简单吗？讲很快耶。所以呢，借由操练，借由每一日的生活的灵修来操练，那这个是最好的感恩的项目了我要先介绍李永新牧师，就是韩国的中央纯福音教会的主任牧师，他之前出版了一本叫做《感恩的奇迹》啦。他就运用好像一种是团体协作的样子就是他写了21篇感恩的事项，然后借由文字来描述，然后有一篇实作操练他就是说我们要训练21天养成感恩的习惯可以在小组里面一起操练，也可以个人的灵修来操练，因为他每一天都有一个指导，叫你怎么做这样子这本书是他的封面在他的封面。那牧师读了觉得很感动，想说我们平时说感恩大概能讲的就是这些，不过这本书他用非常好的一个层次来告诉我们什么样的层次呢？就是这3个层次。对不起，是这个3个层次，就是说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有3个面向要成为感恩。第一个，要为你得救，你的生命得救，你的属灵得救，生命得救，救赎感恩。第二个是什么？为你的整个人生的成长，你被操练了，你被造就了，你会成为基督徒成为基督精兵，你会成为一个属灵的服侍者，你会成为一个好的基督徒。为了我的历练成长感恩，包括你在社会上所有的工作事业家庭被操练来感恩。第3个是我的日常生活形成一种感恩的习惯。之前呢，我听到一个姐妹在做见证，她说她的妈妈在病痛，在就是等于晚年的时候，已经慢慢身体衰退了，可能记忆力也慢慢不好了所以呢，他的儿女呢来服侍他，
来照顾他，来帮助他。当然，行动不便的各方面都要有人协助。那他就心中好像回到像小孩子一样看到有人帮忙，他就感谢你，谢谢你，好像对一位不认识的人帮我忙，献上感谢一样。人到那个地步的时候，会发现感恩是一件，就是说感觉哇，什么事情都是我得到人家帮助，是多么棒的事情。那基督徒是训练你在日常生活当中也在感恩。那这感恩的操练会变成怎么样呢？就是让我们经历，你有一个感恩的特质，或是感恩的基本的基因，你会发现我们经历到感恩中有喜乐，感恩中有平安，感恩中有爱，感恩中有恢复。你一定会觉得说感恩不困难我向人家谢谢也都很好但是感恩出自心底。你会发现感恩不是口头上的。平常我们生活在周遭，我们有人帮我们开门，我说谢谢。我们要上楼梯，有人帮我们开电梯，谢谢，这个是很自然的反应，对不对？但是出自心底的感恩是会让你的心境改变，让你的人生观改变，让你对事情的看法会改变所以你有真正生命的感恩，会变成奇迹，会有这样的美好的收获那我们刚刚说这3种感恩，今天的牧师主要是把第一个主题为得救赎感恩。我们怎么样看待我们这个得救的生命来献上感恩，那是非常重要的基督徒的基本的特质。第一个，为着救恩献上感恩，为着你得到救恩要献上感恩。这个有人以为理所当然，以为再普遍不过了。但是请记得，基督徒他有这样的感恩，才发现说我生命得救，耶稣为我付上什么样的代价。我是第4代基督徒了，从小感觉就很自然，去教会唱诗歌，上主日学，青少年团契，感觉是理所当然。但是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都属于长老教会，对不对？台语的，很少听到这句话，说你重生得救了没？我都听到觉得有一点沙薄的，对吧？说什么重生？我本来就是基督徒，我怎么没有重生得救？那个时候也搞不清楚，反正说以为是这个是其他的教派的注重感觉不出来。不过，当我们慢慢年纪大的时候，看到很多人生命的改变，尤其这一次我们幸福小组有11个小组，大家每一场都有人在做见证的时候，我在听，心中感动，因为他们从不认识主到信主。他们从以前的人生态度观念不一样，常常心中有很大的一个焦虑，或是很多的苦毒，但是信靠主耶稣，他的改变，我才知道说原来这句话，讲员说你重生得救了没？你的牧师、你的小组长问你重生得救了没，不是一种标示说我比别人好，比别人强我有经历到你没有，不是，是因为你深刻真真实实的在你的生命里面，因为主耶稣的宝血带领你脱离了这个罪恶，得到一个真正的平安。所以上帝的爱让我们能够超越绝望，因为你用得救的心境，你会发现神一直跟你同在，即使是眼前的是看不见的一个迹象，看不见的一个那个灯光，但是你知道前面就是坦荡的大道。我看到这个故事，他在说，在10年前呢，在南美的哥伦比亚还是一个内战，或是有战乱，或是有游击队，包括共产党的军队在那边，所以常常他们要打击那个政府军呢。其中一个年轻的士兵叫做蒙卡略呢，他在看守的时候，突然间被那个叛军劫走了，就消失了，看不见人了，怎么办呢？哇，到处找，到处问都问不到。那因为这个蒙卡略的爸爸叫做这个古斯塔沃，他就很爱这个孩子，觉得说这个孩子怎么无缘无故消失了，
他知道他一定还活着，所以他到处去陈情，到处去问，到底我儿子在哪边呢？借着这个老爸的一个不放弃信心盼望，借着他的祷告，他开始做什么事情呢？做一般人做不到的事情，他就仿效他儿子被绑的那个装束啦，绑的那个铁链啊，绑在身上，绑在手上，然后这个牌子讲说：“我的儿子蒙卡列，你在哪里？”然后就全哥伦比亚到处走，到处行走。哇，许多人被他感动，很多报纸就开始报道，电视新闻也报道说这个人在找他儿子。连联合国，连那一些国外的一些使节都来介入帮忙，因为他们内战的时候彼此很紧张嘛，没有人敢过去那边，只有这些国际的使者去互相交流。到最后，他的儿子被平安释放回来。这古斯塔沃就是说，我虽然知道机会很渺茫，但是我对上帝有信心，我知道我这个儿子要平安的来，所以他就用尽各种办法，因为他没有绝望。有时候上帝的爱更让我们不会放弃，何况这看到这个爸爸为他的儿子永远抱着希望，上帝给我们的不是更大吗？第二个是感恩带来真正的平安。平安的意思是说，因为你遇到的困境嘛，你才需要平安嘛。所以意思是遇到负面的挑战，也许是事业失败，也许是我工作不顺利，也许是我的学业、我的身体都有遇到困难。但是你用抱怨的，你用计较的，完全没有办法改变你。但是当你用感谢神的角度，知道说神在我身上有什么样的功课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事情都改变了。神把最后那个美好的留给你。我们在进行幸福小组的时候，我们这些同工心中都有一个应该算是负担呐。说上帝啊，如果都没有人要受洗，我怎么办？上帝啊，我如果今天都没有贝斯的来怎么办？好像心中有一个焦虑。但是我们这群幸福小组的同工都学习训练什么呢？是的，主啊，如果没有贝斯的来，如果连一个都没人受洗，那是因为你给我一个美好的功课。就像这个幸福小组在操练的时候讲一句话说，没有人受洗就是共估啊，对不对？共估就是我的研发成本呐，我花了研发成本，我下一次要得更多。那这样的态度跟说算了啦，没拆缸没用都什么都没收获，很像彼得跟同工去抓鱼一样，渔网空空的，没什么。所以感恩不是一种故意表现的，而是你从心里面的真正的态度。我们读到这段经文就知道说为什么要感恩了哈。主题经文就这一节5章8节，我们一起念好不好？来，但是上帝对我们显示了无比的爱，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基督已经是的，因为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就是说我们根本一文不值，根本不值得，但是因为基督爱我们，上帝无比的爱，我们就得到救恩。那第9节都是在解释这一段经文。他说，由于他的死，我们现在得以跟上帝有合一的关系。耶稣死化解了我们跟神之间的隔阂，我们又可重新回到当儿子的名分，那是多大的祝福啊！所以他的死更要救我们脱离上帝的义分。主耶稣的死让整个罪不再搅扰我们，主耶稣的死为我们牺牲，让上帝的愤怒消除。那这个是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然后后续又解释说，我们原是上帝的仇敌了，但是借着他儿子的死，叫我们跟他和好。既然跟他和好，我们岂不是更借着耶稣基督的生命而拯救的生命而拯救吗？换句话说，我们跟上帝和好了，而且我们生命得拯救了。这个命是耶稣换回来的啦。就好像以前的换符，有没有那个葫芦啊？
有人甘愿被俘虏，那换你得自由。所以11节说，不但这样，我们已经得以跟上帝和好，不也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给与上帝为乐吗？和好还为乐，那就表示说，这个救恩对我来讲是何等大的意义啊，何等大的救赎跟平安呐！所以呢，我刚刚有讲到说，因为我是传统的基督徒，没有感觉这一句重生得救是什么意思。讲员问你的时候，很多人讲的哇，哭的稀里哗啦，讲的好感动啊，你又觉得说，糟糕，我怎么都没有？那是因为你活在恩典中，你忘记了，你不知道啊，所以要特别去经历，特别去想说，神在你生命有什么改变。所以重生得救这个意义不是一种口号，我把它描述说，好像你是捡回一条命的，捡回一条命。我们其实有很多时候都是生命交关的。我们有时候看那个短片，有没有人在走，突然间那个大楼上面一座钢琴摔下来，或是一组什么沙发掉下来，刚好差了你2步，对不对？你会感觉说，哎呀，就差了这一步。有时候开车呢，突然间一个闪失呢，一辆大卡车从你前面冲出来，有时候你会觉得说，哎呀，我再快1秒或慢1秒都不一样了。但是当然我们不会常常用这种事情来挑战自己，但是我们是看见耶稣基督为我们捡回一条命。台语叫做救掉命，有没有听过？救掉一条命，感觉这种深刻的感受要在你的生命当中一直占重要的位置，不然的话，像我们这个第4代的基督徒根本就没有感觉。那一直提醒，所以我说，我们第1代的基督徒，你是真的有福气的，因为你真正深刻体验到这个生命的改变啊。所以当我们有这样捡回一条命的感觉的时候，你的生命跟属灵的价值观就会跟着改变。所以我们说，捡回一条命，你的生命追求的层次就改变了。以前可能很注重这个，特别我常常看到有一些人哦，他改变很奇妙。虽然这个改变不是好像非常重大，但是我真的觉得，真的不一样。上个礼拜我们教会不是一个共事营嘛，将近100个弟兄姐妹去那边，哇，聚集了1晚跟整个大白天。他们在写一下说，我们教会在1976年到1996年这20年当中，等于是教会的建造期嘛，一个开始的时刻啊。你有什么印象？哇，这些都是在教会已经30-40年的老基督徒了，就是我们的老会友就写很多项写很多记忆包括当时的王牧师怎么样照顾年轻人呐，当时的我们的圣歌队很认真在练习呢。其中我讲到一个，当时有一个王忠信牧师，他的应该算他的亲戚啦，叫做黄玉英，那个时候还叫做教师，因为他还没有按牧因为就是他的应该是他的侄儿，就是王牧师他就来我们教会聚会。那个时候是最重要是指导我们的妇女团契，因为他本身是女性嘛，所以就辅导我们的妇女团契，也在中会的妇女部做很重要的工。但是因为他没有一间教会的归属，也没有说有一个单位让他服侍，所以他只是一个名称上是教师、传道人，但是没有一个岗位就对了所以他常常在我们教会聚会他那个时候有一个非常重大的特色那个时候因为他是日本教育的，所以他一定是头发、衣服、鞋子，反正每一样都是做到最精致啦就是没有可以挑剔的，因为他觉得这样才是有礼貌，他不是为了爱漂亮，哇，衣服什么都是最好的他常常会看一下那个时候我们的旧的礼拜堂他看到说，哎呀，哪一个姐妹上去弹钢琴，穿牛仔裤怎么行呢？还特别找他来骂一下有的长职上台，哇，穿的衣服不够端庄也被练呢。他觉得说衣服不穿的漂亮不行，当然他家境也不错了家庭经济也不错。不过牧师那个时代就跟他在一起服侍了。过没几年呢，他突然跟我讲，
说夏牧师，我以前很讲究这个，哇，穿什么啊，要什么摆设什么啊，要用多精致多高贵，但是我被神所触摸了。他说我不是要，我从现在开始不再用这个来装饰自己，我要回归简朴啊！就那个时候开始就不再指责别人了。他觉得只要你有新的装饰最重要，你的新的喜乐最重要。所以他因为被触摸就改变了。所以一个捡回一命的基督徒呢，他会觉得我的人生观不一样，我要过着感恩跟奉献的生活。以前可能斤斤计较啊，手上有多少钱啊，我们台语说几仙几零都不能遗失的。到现在他这样的慷慨，有人需要他就帮助，那是因为他生命改变。要讲了一个小故事，因为时间不够。这蔡茂堂牧师跟陈佑胜牧师，这都是我们的前辈，他前几年才刚退休，是长老教会的牧师。所以蔡茂堂牧师呢，可能有人认识他，因为他是蛮出名的这个精神科医师了哈。那他年轻的时候，台大高学历，而且是第1名毕业。很多人认为说，哇，这个医生将来一定是全台湾的名医啊，到各地一定会被人家尊敬。但他因为信了主耶稣，他就改变他的观念。他说，医治病人很好，但是能够帮助偏乡的人更好，所以他就被邀请去到当时的屏东恒春的基督教医院，去那边主持那边的医务工作。因为那时候太偏僻了，大概40多年前了吧，所以很年轻就被选为院长。那时候因为附近的排湾族的部落缺乏医疗，所以恒春基督教医院不只是服务恒春镇的这些人民，是因为附近很多偏乡啊，所以就很需要医疗的设备啊，要扩建。所以那个时候就开始做募款。那当时有一位牧师的女儿，就是牧师在之前牧会的盐城教会的退休的牧师叫戴宗德牧师啊。戴宗德牧师他一个女儿也是这样，大学毕业没多久，他也是在大学得救，生命得救。我说真的生命改变，所以他就说他是读会计的，读财务的，也可以到银行或是到很好的公司去当财务方面的一个服务。他竟然说我要决志奉献，我要到恒春去帮忙这间医院做财务工作。然后这个蔡茂堂牧师就跟一群同工轮流到各地去募款，到各教会去请安报告。那个时候高速公路才刚刚开通不久，那个蔡牧师好像说开了一辆旧车啦，很像那个金龟车一样，就开着车载几位同工要往北部去那个募款。没想到在高速公路发生了车祸，也许是车辆老旧吧，或怎么样，突然间那个门就摔开了。那这位戴牧师的女儿叫戴伟娜，人就被摔出去了因为经过撞击，所以送到医院就没有办法那个生命回来。这个对戴牧师的家庭是很大的打击，因为他家里只有这个女儿，而且非常优秀是大女儿。那对蔡茂堂牧师他就更大的打击，因为说我为神工作，为什么会发生这么苦难的事情但是后来看到，他觉得有一种愧疚感，因为对这位戴牧师，他的女儿才刚出来社会要发展，我竟然载着他发生这样严重的车祸，所以就是跟戴牧师有很深的一个互动。然后他就说，你失去了一个女儿，那好，我的太太当你的干女儿就让蔡牧师的女儿就跟他当干女儿这样就变成他的干女婿。那这样是表达一种换我们来孝敬你。这位蔡牧师也因为这样子，他本身是一个医师，他最后就是决志说，我放弃医疗的工作，我献身当牧师。他先到美国去美国读那边的神学院，后来在美国当牧师。
后来我们台北的和平教会觉得这位牧师很优秀，而且当初跟长老教会有一点渊源，就特别从美国把他聘请回来。虽然他已经到好像60了，但是最后那几年就在和平教会帮忙建堂的工作、组织的工作，然后才退休。现在他还在工作哦，他特别跑到我们这个嘉义的东石啊，好像东石布袋那些海边的乡村，继续在做布道。他在做见证的时候，知道说他的命被神留下来，他的同伴、他的同事、戴牧师的女儿回到天家。神给我这个生命是为了什么？同样的故事，就是我们附近东门教会出身的陈佑生牧师了。他后来有在公报社当社长，最后那一段服事过程就是在那个台中的丰原教会那个有缘教会。那他毕业的时候，就在我们隔壁的万荣华教会当传道继续当牧师。他本身原来是在家里，我们台南嘉里镇有没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应该是食品公司的总经理做得非常的优秀，因为他很会管理他没想到有一次呢，他跟同事不知道什么原因，是应酬还是去接洽业务，也是在高速公路发生追撞的事情。同样前座他的朋友被撞的时候失去了生命，然后他竟然毫发无伤，或是一个小小的擦伤而已。然后这件事情之后，他就完全的改变，他觉得说，思考说神为什么留下我的生命？为什么不是我离开，而是我的同事离开？所以他决心就把他的工作辞掉，把已经是最高阶的总经理辞掉。那时候他的太太觉得很快乐，因为觉得我的丈夫很工作事业有成，还带孩子到美国的那个加州了，这个 Sacramento 那边，哇，去那边买了一间很漂亮的房子。牧师跟谢牧师还去过，住了一晚。觉得说哇，人生大概别无所求了吧？但他竟然全部放弃，去读神学院，因为他觉得说，既然这个生命是捡回一命是神给我的，那我能为神做什么？所以他就献身。虽然他不像牧师一样从年轻就开始当牧师，但是他也在教会做了很多美好的服事。各位弟兄姐妹，捡回一命不是刻意要去遇到那么大的灾难才捡回命，而是你平常在灵修、在思考当中，为你曾经经历过的事情献上感恩。最具体的感恩就是保罗的生命见证。保罗得救以后，他在晚年在腓立比书里面写到这段话，我们一起来念这一句话可以吗？好，预备来。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我以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因为他已经丢弃万事。我要谢谢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自己想想看，如果你是个头脑清楚的人，你是一个很务实的人，你会讲这种话吗？连我也讲不出来。这是一个生命被改变的人才讲得出来。就像那位儿子被叛军抓去，他因为爱这个儿子，所以愿意付上代价，把万事看作粪土。所以这个话不是一种标语的话，或是一种讲好听的，是因为他生命完全改变。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做一点复习哈，我们要为罪得赦免来献上感恩，因为上帝饶恕你，因为你罪得自由，这个都是很大很大值得感恩的事情。所以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当我们在灵修的时候，其实是要刻意去寻找，为什么我要为上帝饶恕我感恩，为罪得自由感恩。再来是为主耶稣的降生，他道成肉身献上感恩，因为你藉由赞美跟感恩就带来了奇迹。主耶稣爱世人的恩典也是在这样得到真正的祝福。各位弟兄姐妹，得着生命，得着
生命的挽回、新造的人，就是在这件事情圣灵的感动之内，你会发现我的生命不一样。你不是失去哦，而是得着一个新的生命，得着一个新的人生观，得着一个新的祝福。各位弟兄姐妹，刚刚我提起说，今年是庚子年，2020年，很多人觉得说，就一般的社会大众都会讲说，这个是流年不利，对不对？我们真的遇到那么大的这个灾难，全世界都被关在一个好像牢笼里面。但是我们怎么样学习感恩跟赞美呢？超越环境的苦难，是因为我们发现感恩，神的恩典跟祝福就越增加。我们刚刚有提起过，我们若不是我们的前辈在17年前，有好多护士、好多医生在和平医院、在高雄的长庚医院，为了这个不明的 SARS 牺牲生命，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样去防护。今年来的时候，因为我们一听到吓死了，赶快所有的都动员，因为 SARS 的时候死亡更快，对不对？那个生命的消失更快，所以因为我们以那个时候的经验来面对现在的新冠疫情，所以速度比别人快，因为我们怕了，对不对？但是这一群人为我们牺牲，难道不感恩吗？所以向上帝感恩，让有这一群人为我们做牺牲，给我们铺了一条路，所以让现在全世界对台湾的防疫那么样的赞美，不是没有原因的，是因为有付出代价。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在感恩节的时候，一起来操练基督徒感恩的功课，因为这个是蒙福一生的恩典，不是一种口头上的或是知识上的认知，而是真的生命得到真正的改变。诗篇105篇这样教导我们说，感谢上主，宣扬他的伟大。第二个教导是歌唱颂赞，述说他所奇妙的事，所做奇妙的事。第三是向上帝求帮助，要时常敬拜他。所以敬拜不只是一个好像一个仪式，而是因为你要跟神亲近，经历到他给你新的生命那种力量，那力量就成为你的祝福。那经文就是刚刚我们读的这个诗篇诗篇的105篇1到4节。最后牧师要勉励，一起鼓励大家，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在小组当中一起训练操练感恩的功课，因为这是蒙福一生的恩典。第一个，感恩会消除抱怨，消除愤怒，消除不平。因为你一感恩，就发现很多事情不再困难了，很多事情就不再委屈了，很多事情不再消失了，不再损失了。那是感恩的力量哦。第二个，感恩会阻挡魔鬼的控告跟诱惑。很多人原先只是一件小事情，觉得很苦恼、很困扰，但是魔鬼会见缝插针，他会告诉你说：“哎呀，你看，就是你们家里什么什么什么这样子才害你变成这样子了。哎呀，这个小组里面就是某一个人很白目了干嘛所以根本不要跟他在一起了。”就开始跟你刺激、控告，让你真的觉得说这个事情要这样处理。但是感恩会让你觉得说原来很多事情就像圣经所说的，万事都互相效力，要叫爱神人得益处。真的不是口头讲，是真的是在你生命有这样的改变。你会发现原来那些挑剔跟抱怨都是小事一桩了，因为神在旁边增加更多的恩典给你。那么大的恩典，比起那个小小的损失，那算什么？最后一个是感恩赞美，会敞开你的心门。因为感恩的时候，就好像你把你的伞张开了，你把你的那个杯子拿出来了，你把你的器皿拿出来了，你会领受救恩、祝福跟恩典。牧师生活在那个离岛，在渔港那我们那些渔村呢，有一个风俗啦，就是每一次有新船下水新船落水就
他当然去别的地方建造嘛，所以就回到你的故乡的渔港呢，他会怎么做呢？他会撒那个麻糬，或是撒一些糖果、饼干，好吃的哈。哇，他都会先通知哦，来有新船要入港了所以大家就赶快跑去那边的去准备要捡那个好吃的东西。以前在那个经济比较缺乏的时候，大家觉得捡到那个东西很高兴哈，这些吃的东西。那最近我看到我们的故乡又有新船入港，哇，大家因为现在有手机可以拍所以就拍那个照片在 FB 里面播放。哇，原来很多人为了捡那个东西把他的雨伞倒过来，把它张开倒过来，然后他那个船员撒东西的时候，他全部把它接起来了。哇，有人在地上赶快抢抓，因为感觉上我是理解说，好像他们要抓住这个祝福嘛，恩典所以都把那个伞都张开因为要得到更多。弟兄姐妹，感恩就是张开那个恩典的伞，让你得到美好的祝福。但这个要操练，就像李永勋牧师他写的这本书，他说要用21天，每一天1篇来操练。求神让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的富强教会的弟兄姐妹，是一个感恩的生活，是在小组里面感恩，在家庭里面感恩，为你的事业各样事情忙碌来感恩。愿神祝福大家。